总理否数十载的笔耕生涯，历经浮浮沉沉的挫折，面临人生无常的多变，依然坚持他客家文化的创造，终其一生致力于他心爱的土地闽农。讲起总理府，当然大家都知是一个作家哈，伊一生人，老实讲对文化的创作相当的执着哈。我亲手看人有按执着的呀，伊对文化的追求，好像也生命一样的，也一点，我的母亲也一直认为文化也生命哈。嗰时俺从小就感觉到，总理府是一个作家。总理否耕耘文学的历程，对大儿子钟铁民从小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与父亲相处聚少离多，钟铁民有很深的体认。总理府生发的故乡闽农，来看看啦，总理府写的闽农到底怎样的样式？总理府生发的地方怎样的样式？那个情况之下，我能觉到南部的文友就总理府的写作的朋友啦，大家就见面讲，将总理府的故意的路跨改做总理府的经验馆。也是一个可以可行的方法。但係监管過程中我哋發現講有政治壓力啦。當時戒嚴時期談台灣文學史實史都本人請注意我哋請多都係從事公職啦，將來就係就講教書我聘書1年發1次呢我嘅範文很重要呢。在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不願意因為台灣文學史料館嘅興建，影響到我哋米沙嘅生存同安全所以就講咁我哋乾脆就用總理府紀念館個單純，按在總理府寫作生發嘅地方來建一個總理府紀念館，也個比較合理。實際上當時我哋還想去做一個熟悉整理台灣文學史料嘅一個工作。于民国68年筹建的总理府纪念馆，可说是台湾第一个纪念文学作家的纪念馆。所谓文学的国界在笔下，文人创作从动笔开始，而馆内保存许多珍贵的手稿，十分可贵。被尊称为台湾乡土文学之父的总理府，是一位非常热爱乡土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昔日美浓地区客家人真实生活的面貌。美浓因棕榈河而有名。因棕榈河文学使美浓成为台湾客家人的原乡，成为台湾文学的一个圣地。而棕榈河文学传奇的一生，在李行导演的掌镜下，记录成感人肺腑的原乡人电影，宣扬客家人特有的坚毅情操。虽然讲过去生前的非常困顿，非常坎坷，但係伊過程過後，大家近來見發現。總理府嘅文學確確實實係台灣文學度嘅非常唯美嘅一個作品。嗰時目下為止，大家都公認總理府文學作品嘅價值。在呢個情況之下，當然闽農嘅後生受到總理府嘅影響。當我進來棕櫚河紀念館的時候，我心裡好像是慕名很久很久的東西，想去瞻仰的時候，我忽然間到這裡的時候，我就心情說好開朗，好高興我終於能來到這個地方。當我們看着鐘鐵民離去的背影，仿佛又看到棕櫚河的身影，繼續朝文學之路前進。只要文人筆墨心無死，客家文學將永存。